度就係南丫島啦，全香港唯一一個大型嘅風力發電機就係位於我身後面呢個大嶺嘅地方。近幾十年嚟，風力發電發展一日千里，因為呢一種發電嘅方法可以提供乾淨嘅能源，唔會排放二氧化碳同埋氣體污染物，符合環保原則。不過要設立風力嘅發電機呢，佢嘅選址亦都好緊要，亦都要符合好多嘅條件，包括地勢一定要夠高，而且所處嘅地方風力一定要夠猛，咁先可以產生出足夠嘅電量。而且附近亦都要有輸電網配合呢個風力嘅發電，地點最好遠離民居，但不過又要有方便維修操作嘅一個運輸系統。所以要發展風力發電，真係要有好審慎嘅環境評估嘅。就好似喺美國紐約嘅其中一個小鎮梅里迪夫咁樣樣，嗰度係電力公司想發展風力發電，不過又冇同居民講清楚嗰當中嘅影響同埋佢哋嘅風險，所以令到嗰度嘅居民引起咗好大迴響。選址喺梅里迪夫呢個地方入邊起風車，究竟係咪一個適合嘅決定呢？因為呢個鎮上邊幾乎每個地方都有居民住嘅。發展商分別向唔同嘅居民進行遊說，利益當前，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嘅諗法。一場風暴即將開始。南丫風采發電站啦，等我上前去探勘一下先。咪住，探訪下咋係嘛？是但啦。哇！你估呢座龐然大物有冇400尺高啊？嗱，哇！我諗都有啊。你聽唔聽到聲啊？只要嗰啲風越大咧，噪音就會越大噶啦。不過南丫島呢度咧，都只有一座大型嘅風力發電機，相對嚟講對居民嘅滋擾咧就冇咁嚴重。不過梅里迪夫鎮嗰度咧，計劃起40座呢啲400尺高嘅風力發電機，而且好近民居嘅，對居民嘅影響有幾大呢？任何符合環保、可以輔助化石燃料發電嘅可再生能源，都係值得研究考慮嘅。風力發電就係其中一種啦。喺香港啊，類似咁嘅議題就會交由好似呢啲咁嘅地方組織啦，又或者係區議會咁樣去討論。而至於電力公司，亦都會同居民組織嗰度一齊作出互相嘅交流，盡量做到大家互相協調。不過梅里迪夫小鎮呢，喺風力發電呢個議題上面呢，市委會同埋發展委員會就發生咗利益衝突，居民同居民之間就造成分化添。要發展風力嘅發電，當中要投放嘅資源係十分之龐大。一旦完成咗基建，電力公司好自然就會新增一啲項目去達到佢哋經濟利益。當風機真係建成，居民所面對嘅就唔係1年半載嘅相對，而係幾十年甚至乎係一輩子嘅相依為命。原本美麗而平靜嘅小鎮，因為起咗風力發電機，最後可能變成一個煩囂嘅工業區。而居民亦都或者會好擔心自己嘅健康受到影響，亦都擔心環境會受到破壞。一個本來利民嘅項目，慢慢演變成為對人同埋對環境嘅損害，究竟仲值唔值得繼續發展落去呢？可持續能源計劃每年喺美國上邊都有成39% 嘅增長，不過喺環保呢個議題上邊就經歷緊一個目的性上邊嘅轉變，由最初為咗保護環境，慢慢變成咗一種金錢嘅利益，而環保嘅概念喺人嘅心目中，亦都慢慢變為咗一種交易。嚟到節目尾聲，我提提大家記得上呢個網站去睇下啦。今個星期 TED 講座有一個嚟自非洲馬拉維嘅青年嚟講述佢點樣自製風力發電機去發電，達至脫貧嘅目的。下集再同大家見面，拜拜。